姥。这孩子从小被他妈管的呀，有点自闭症，不爱说话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哎，给小东倒上。小东啊，今天阿姨是特意请你吃饭，这菜都是为你点的。你想吃什么，就尽管吃。如果觉得这个不好吃，阿姨再给你点，就别拘束，好不好？你妈阿姨呀，有个女儿叫王琦，跟你一边大，生日比你小，今年也参加高考，正在家复习功课。高考这东西啊，千万考试前不要紧张，只要把平时学的牢牢记住就足够了。今天你什么都不想啊，就是放松，多吃。来，听见吗？来，爱豆啊，吃这个鱼，这个鱼熏的有味道。对，都拿去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吃这个，爱豆，别介意啊，可能是因为你姥姥下葬的事儿。东啊，你跟孩子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呀。姥姥，姥姥。姥姥，姥姥，放开我！姥姥，姥姥已经死了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。姥姥可是没办法呀，你得考试呀，孩子你得挺住了，真的你得把这个考试给考过去。什么考试？狗屁考试！我要姥姥，我要姥姥。姥姥，让我放开！小东，小东啊，你慢一点行不行？哎呀，刘大伟，你要把我气死啊你！
急死人了，你说说。你就别着急了。小东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哎，你妈找你找疯了，快回去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姥姥死了。你说什么呢？爸妈也离婚了。小东，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啊？哎，你别哭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就你这个找法，你就找到明天天黑你也找不到啊！能去哪儿呢？要我说呀，怪就怪田芳，你都不知道小东怎么对她。你10年寒窗苦读，不就是为了这几天吗？你妈妈不告诉你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你别怪她了，啊。好啦，别伤心了，他们都在等我们呢，我们回去吧。妈，哎呀，这个小鬼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说你跑哪儿去？你上哪儿去了，小东啊？你上哪儿去了你？你跟我说，你到底去？柯敏，你过来，在哪儿找着的他呀？啊，在哪儿？就在楼下花园里。花园怎么能找着他呢？你说这么半天，谁呀？刘叔叔。小东回来没有？你干什么来了？我看儿子呀。你干什么来？你不用看，你不用看，你出去，不用你看。你是，最起码应该有点礼貌。我告诉你，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，我就报警。哎，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快走！你们什么事儿？怎么这样？田芳没有你这样的啊，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行了，你看小东，我出去看看啊。